实在平安是咱一般的人上大的需要。有时咱伫平安中咱毋知，但是当拄着艰难的时阵，当拄着危害的时阵，当拄着病痛的时阵，当拄着侪的即个挑战甲辛苦的时阵，咱知影讲平安是上好的事。那今仔日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大概咱要讲的即个主题是有3个系列，今仔日第一个系列叫做借钱予耶和华。因咱平时较早咱台语讲耶和华足管事啦，即有人讲上主，或者讲上帝安尼，咱知影讲伫神学上讲，尽量莫讲出耶和华的名字啦，咱拢知影。不过即个是互咱一个称呼，知影讲是咱的主在掌管，所以伫咱后壁经在咱的学习，伫遮咱有要讲一个大主题，叫做上帝国的经济学，上帝国的经济学。牧师毋是经济学家，对于财务嘛足饭桶就对啦，但是我是要用圣经的话，甲咱分享一个，伫咱的信仰的内面，上帝国伊的经济是安怎，理念是安怎？上帝安怎来看咱的世间的财富、金钱，以及咱对金钱的态度安尼。第一个是今仔日咱要分享的，因咱小等下阁有见证会，嘛有即个咱的一个祈祷，就是异地的祈祷，所以牧师会看时间，若无当完整来分享，咱会当搁伫后厝系列来讲。借钱予耶和华的意思是啥物呢？是咱要学习自身甲救助所带来迄个丰盛生命。咱有即个自身甲救助的信仰甲心，是要互你带来丰盛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的系列的学习。第二个系列的学习是讲，你要有即款的快乐，有帮赞、有自信、有疼人的心，你都要先装备迄个受托的能力就对啦。所以咱来培养管理上帝所托付的钱财，有智慧加能力。你若无即个钱伤多，互你颠倒是一个灾害。第三，咱圣经上重要的一个数字1/10，这是一个神圣佮蒙福的数字。咱要三甲来学习讲，是安怎11奉献有迄个奥秘，甲伊的祝福。咱伫线接，若牧师讲道的时间会当用遮个，咱较集中，互咱兄弟大家做伙来学习这个课题。咱的姊妹，我相信你拢会当了解，伫教会中间有一款道理上歹讲，就是奉献的信息。常常会受到负面的解读啦，受到负面的解读。伫我的理解中，大概阁有一项啦，就是讲顺服。牧师伫台顶讲叫你顺服，牧师讲叫你着奉献。大家人心底不管如何啦，莫讲你信仰好也歹，你的教会久也长，久也短，你拢会感觉讲，这个物件是安怎？这款道理改成较毋是我爱听的安尼是安怎安尼呢？第一，因为奉献甲顺服，这是甲咱人的本性无共款的，对无？甲咱的本性有迄款，感觉讲你有一款的要求，可能甲我家己心思意念咱拢知影讲世间人，第一，我当然我是愈有愈做愈好是安怎我要互人，对无？所以咱有即款的心智的时阵，咱的人的心性是即种的。咱有人讲一句话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即款的心理是咱一般的人拢理解。第二项是讲，是安怎顺服的道理，我是安怎来听你的，我是安怎听你较有效。所以即款道理，咱若无透过一个对上帝全然的信靠，即款道理有时听，咱会感觉讲哇，又搁咧讲这毋过牧师要真慎重甲咱分享。但是我要讲一个韩国上大间教会，即个顺福音教会即个牧师李英훈牧师，真正的主任牧师就是咱所捌即个赵永基啦伊已经伫10年前接任即个主任牧师。有一摆我听伊做演讲的时阵感觉讲真有感觉啦伊讲
伊少年时代呢，伊就是到美国的华盛顿，因这顺福音教会因为几啊十万人的会友嘛，所以就分散伫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个澳洲，所以拢会派这的优秀的牧者去到外地去牧养，等于伊有一个中央的分派，就派某某人去牧会安尼。伊本来是伫遐咧做学者，这个李永芬牧师。也毋过呢，改成拄着即间华盛顿美国的这个首都呢，华盛顿特区有一间教会，可能伫遐移民的韩国人感觉讲有拄着困难就对啦，所以就邀请即个牧师讲，你来，来去遐甲斗牧会一下，斗关心一下安尼。伊一个去就因为中级就私下先来找这李牧师，当然李牧师伊阵还真少年，伊甲讲牧师啊，你一日来千万毋通讲见长的道理，安尼伊听到伊讲感谢主，这就是上帝要叫我讲的，就真正伫礼拜开始讲，咱的教会需要见长，上帝爱咱。来兴起上帝的圣会，咱的教堂安尼非常的东方，会当应供上帝安尼。迄个长老听到讲奇怪牧师，我甲你讲，叫你毋通讲，你若要讲，小过来讲，好啦，牧师啊，你讲建堂我已经毋知讲几年讲起袂成啦，因为大家袂好嘛，大家袂当心嘛，所以讲要起，要欠钱拢起袂好啦。无安尼啦，你若讲建堂的道理好啦。不过毋通讲十一奉献安尼，这个李牧师等于祈祷讲感谢主上帝这就是你爱我讲的，真正对后礼拜开始就讲十一奉献安尼。这间教会经过伊的牧养教会渐渐大家相同心伫这个美国的华府，算讲移民的教会，真做一间足复兴的教会安尼。是这李永福牧师伊安尼做这款的见证呢？伊知影讲，伫人的本性中，就是这款奉献的道理，是甲你家己的本性的需要是无共款的。所以伊知影讲，人有禁止，颠倒是上帝爱伊讲。当牧师较毋是讲调工甲会友，牧师讲，会友讲牧师你毋通讲，我定甲要讲，较毋是安尼。是我要甲咱讲，奉献的信息、顺服的信息，就是咧甲你报好消息啦。是要带来祝福互你的，毋是要甲你要求什么，是要互你有恩典，互你有祝福。这款道理若无讲，颠倒是牧师的失职。你一个上好的恩典、上好的祝福、上好的福气，竟然无互咱的会友知影。所以这是牧师要分享这道理的一种这理念就对了所以咱头一个是讲，是安怎圣经内底甲迄个关注叫做借钱予耶和华，谁要用安尼来讲？谁讲是借钱予耶和华？拄则咱有读经节进入这书传人讲，这个现代台语是叫做真济善车人是借予上主，上主会照伊的所做行伊。这话底佫清楚佫有力，无人毋知影即句话什么意思。咱的巴克咧本就是较旧的即本，伊讲人民送向人的。就是借予耶和华，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牧师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照即句圣经所讲的，毋是牧师家己编的，是借予耶和华，这是圣经内底一句一句明白甲咱清楚讲。现在这点知影，对人类开始有迄个社会的组织了后呢，犹太人因原始的奉献观。奉献的观念是对祖先甲救助来开始的啦。咱早前古早时代，犹太人因对牧养对牧雇羊开始嘛。逐个人拢有家己的土地，有家己的迄个羊所以就是你的财产嘛。迄个奉献较毋是讲因是有限制，有限制。开始有将这的金钱也是财物来摕出来。是对因的社会中间有艰苦人，有孤儿寡妇，有迄个拄着患难欠缺无法度通生存的人，
用迄个开始做奉献的开始就对。啊，所以基督徒演变这几千年来，对犹太人对上帝的假释到基督教的开始，咱拢一直在敲找这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祖先这个原则，就是将钱借予耶和华。就是你在做好事，你在做祖先，请会记得你毋是咧开钱，你毋是咧了钱，你毋是咧损失，是你甲迄个上宝贵的价值，迄个永远袂倒耶和华的银行就对啦。你甲钱借予耶和华，咱较早咱台湾人对伫咧欠钱的观念吼，较早是安尼，拢绑伫腰带内底，钱绑条条。啊，有个人甲钱藏伫迄个床底，对无？啊，有个人藏伫迄个床骹安尼。啊，有一工摕起来讲，哇，迄钱拢去互糖酒了安尼。后来慢慢咱知影慢慢习惯讲咱有银行，咱甲钱寄伫银行。较早寄银行利息袂歹啊。我迄阵少年时代讲有钱人寄钱偌好诶，因为利息袂歹。啊，咱有个人用贷回啊，来换一寡现金，也是讲会当得到较好诶利润。你借钱甲寄钱，你是毋是有利息？一定有诶。这是咱对原起迄个借钱诶观念来。但是圣经明明甲咱讲，基督徒诶主线原则是因为你做真济诶工课、救助诶工课，你是甲钱借予耶和华。所以意思是将钱借予耶和华，表示你并无损失啦。你钱无损失去，你无了去。因为圣经讲，这个钱上帝要还啊，上帝要还。咱即马甲人借钱，拢爱写借据，敢毋是？咱去银行贷款，拢爱搁保证呢，都爱搁抵押呢。总是呢，会当还袂当还，搁毋知。若拄着金融风暴拢开了，讨袂转来。但是咱甲这钱寄伫耶和华的银行，伊要还。而且还比你本金搁较多。咱看去初代教会，保罗伊嘛带着奉献款是外邦人奉献金钱，因为迄阵才有迄历史的记载讲，耶路撒冷捌拄着天灾就对啦。迄个阵拄着侪的遐个灾难，有真侪的耶路撒冷的百姓有拄着苦难，所以就真济。保罗专工对外邦的所在带着遐个进驻的钱伫遐来。帮助这犹太人，这段经文记载伫遮罗马书15章的25节到27节。伊安怎讲呢？讲毋过我现在就升起耶路撒冷，供给遐个信徒的需要，因为马其顿甲阿该亚的教会欢喜献一笔钱，帮助耶路撒冷一寡散车的信徒。伊是讲外邦人外邦的信徒奉献因的母会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讲是因欢喜做的，其实嘛是因所欠的债。既然犹太信徒有甲外邦人分享属灵的福气，外邦的信徒应该伫物质上帮助因。这句话讲了真好，因为这外邦的信徒伊家己心内有一个感念，讲恁对耶路撒冷、对彼得、约翰因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恁无顾着一切艰难，你无顾着一切迫害，恁跑走规个亚细亚，甚至到伫欧洲，希腊的顶面马其顿遮，恁甲福音传来，讲恁这是甲迄个属灵的福气来分互阮，互阮人认捌主。互阮人认捌福音，那安尼，阮甲物质上来甲恁回馈，讲伊这是因欢喜做的，讲这其实是阮欠的。哇，这款互相的往来，迄款的气氛甲迄个心情，实是非常的重要。各位听姊妹，我相信恁的确印象真深啦。伫几年前发生日本的3.1大地震，对吧？哇，佮拄着大海啸，迄是咱讲生目睭毋捌看见有这款代志啦。伫咱的一生中间，竟然看见这款大自然的灾害遐尼严重，现在透过迄个影片，感觉讲，迄水亲像大的城墙安尼压入来安尼。迄阵咱台湾人，
拢无人讲，也无人讲特别要求大家主动捐献，主动捐献。竟然咱台湾国家毋是偌大，但是所有帮赞日本人的是咱台湾人上济。看起来咱嘛是感觉讲，因为咱有经过9二1嘛，咱有经过遮个侪灾害，所以咱感觉讲共帮赞这是足自然的，已经习惯安尼做啊。颠倒安怎呢？日本人感染甲，迄毋是1摆2摆哦，是逐摆，包括咱足侪台湾人去日本旅游，遐个无熟悉的日本人看到是台湾人来面笑容拢无共款，甲咧对中国人拢无共款。伊知影讲，恁是阮的温情人，虽然我无得到你什么利益，但是伊就是对台湾有即个好感，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凡那台湾的代志日本人绝对拢相挺的就对啦。日本人伫咱1、2年前发生迄个花莲的地震嘛是共款，换因过来甲咱救灾，所以日本人感念佫一再善意来回馈，兄弟姊妹，若要讲借钱耶和华，事实若伫即件事的顶面，这嘛是另外一种上帝甲你行的意思，敢毋是？所以即个善的新循环，这是上帝所定的道理啦。上帝真看重真做送向人的美德。另外，以赛亚书58章10到11节安尼记载，伊讲咱若是真正送向人，伊会互你的性命甲前途，讲是黑暗比光明的。有时我也无特别比人较敖，也无比人较有才调，也是讲我家己咱若一般台湾社会讲我运道好歹拢都爱靠算命呢，靠足侪的唱词才有法度呢。但是呢，真正的送向人是上帝所应允的，讲你的前途是有光明的，是黑暗变光明的，而且讲上帝要亲自供应你，上帝要另外回馈予你就对啦。伊讲用水的米来满足恁安尼。经在原文是安尼写，伊讲你的心若怜悯夭饿的人，互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你的光就要伫黑暗中发现，你的黑暗要变亲像日中昼。若有即款怜悯夭饿人的心，互因得到满足，讲你就光伫黑暗中，你的黑暗要变做亲像日中昼，迄个改变是遐尼大。然后耶和华讲。伊也要常常引带恁，伫旷旱的地，互你心满意足，骨头臃肿。你要亲像灌压的鱼，搁亲像流袂干的水泉。你看，一个真正人的心智，上帝甲你看重甲安尼，讲若是互你的前途，你的光明，而且讲伊要亲自来供应，互你心满意足，骨头臃肿。讲你的鱼拢无欠水就对啦。兄弟姊妹，即款的应允，咱发觉讲，哎呀，即款的宝贝无去你就实足无彩。要得到恩典即个恩典咱得无着，实是足可惜就对啦。所以咱看去圣经较慢来人类的历史发展呢，因为救济送向就开始引起着咱所谓迄个公义的社会追求，然后。后来整个西方的民主政治，事实这拢有一个一连贯的渊源甲伊的历史的演变就对啦。但即位咱台湾的教会的宣告150几年前，伊嘛是对医疗甲慈善来开始的。医疗是帮助人的肉体嘛，慈善是帮助人的欠缺嘛。所以咱台湾人因为安尼，侪人伫早前，互马国医生来医治，互南大毕医生，互马街牧师来甲因医治，因就感觉讲，安尼若即款的上帝，我也要爱，是因为即群人是好手的，是白皮肤的，是红头毛的，因凭什么原因来到遮？用主的疼来疼我，用医疗来医治我。用祖先来帮助我，若恁即款的上帝，我要来信。台湾的社会信主的人是对这个时阵开始。我印象足深，足几年前咱有一个新人院的林信坚牧师已经过往去啊。伊捌讲一个道理，伊讲好的撒玛利亚人无够好，
大家听起来讲，圣经都讲好撒玛利亚人，你若讲伊无够好，伊是咧做一个分析啦。伊讲伫当时，即个好撒玛利亚人是做好事，绝对无毋对啦，绝对肯定。但是伊是咧讲，伫当时迄个社会经历中间，讲有一个人对迄个过路过，互迄个贼也是讲遐个强盗甲伊拍嘛，伊就甲伊救嘛，因为有遐迄个祭司经过嘛，有遐个有信徒就对啦，对经过无要插伊，颠倒是撒玛利亚人来个关心，甲伊带去即个客店，互伊你着照顾，佮甲钱摕寄迄个店主讲，你若有迄落有需要甲用，若无够我著佮补安尼。伊讲这毋是即个撒玛利亚人无够，撒玛利亚人无好，是讲若照现今的时代来看。伊若更较好就是安怎呢？爱互伊有一个制度就对啦，互伊有一个社会制度，通关心这个人。第一，你爱治安爱好啊，无你即条路经过你要防止人甲你抢劫你即个警察爱做好够无拄着这什么人嘛惊对毋对？第二，你爱有即款的制度，人有拄着病痛。爱有即款社会人甲救助，所以伊就是后来伊咧宣导咱叫做互助社，有无？互助社的观念，伊用即个道理，我印象足深。表示讲，因为社会一定有即款的情形，所以慢慢即个制度对出现工作，了后讲即个社会爱有公平呢。有的人安尼翘骹练手手趁钱趁袂了，有的人一世人拍拼拢无法通得到生活的需要，若讲次贫就对啦，善车无法当翻身啦，所以慢慢就进入迄个改革，有民主的制度，有迄个经济公义，所以政治改革拢是对即款的关怀来。因为这社会无公平，就造成这个社会会动乱嘛。中国有几哪个时代朝代换朝代是安怎呢？迄叫做农民革命啊。农民都无通食，我到遮要死宁可来拼一个，拼赢就我的，拼输嘛是共一条命。真侪早前中国的动乱拢是安尼，因为饥荒啦、天灾啦、水灾啦，侪的代志安尼来，兄弟姊妹，所以后来是消极性的救助来变成一个积极性，用制度来预防。所以咱是安怎？侪人讲台湾是一个好所在，讲台湾人上水，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事实毋是无原因的啦，毋是无原因的啦，是因为咱台湾经过这几十冬来民主运动的改革，逐个人会当用投票来决定咱的统治者，咱开始推动这个老人年金，推动劳健保。推动这个国民年金，推动这个社会福利，这个送乡人，你看，咱即马台湾做乞食的实是已经足少啊。是遐解药伊家己无想，伊家己无想要接受政府的照顾呢。有个什么游民之家，伊都无爱去住，伊都要自由啊，走来走去啊。所以就会加减伫咱的客车头倒位加减摕一个壳伫遐加减要收一寡现金啦毋过你若注意看，即款人毋是伊无够，拢有迄个歹习惯，比如爱食酒爱食薰，就欠债。你入去个游民之家，人甲你管理毋互你食酒，毋互你食薰我都无爱我宁可家己安偌傻会当过日就好啊。但台湾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制度性的救助所以遐个送乡人，咱就有迄个，咱讲即个平民咱即下无讲平民，咱讲低收啦，低收入户，就有政府甲伊帮衬，有真侪老大人是靠政府这条钱咧过日的，无伊无人好过啊。咱台湾社会主线的工作足侪啦，侪甲咱算袂了。这个拢是一步一步主线的工作进入制度化。当然呢，咱看见有时总统要选举，拢会有一款政见。讲这好嘢人爱关好嘢人税有无？就是讲这个人伊遐牛趁遐侪钱，这个钱嘛是这个社会
这个结果，互伊有这个机会通趁钱啊。迄个投资环境足稳定啊，你会趁着大钱吼，你袂使讲这拢是你搞啊，是政府甲你补助呢，政府就互你有土地呢，政府甲你优惠呢，所以你都爱捐较侪钱出来啊，你爱抽较侪税嘛，这拢是咱伫制度伫立法的中间的讨论。总讲一句，这个就是咱整个上帝爱咱真正送向人一个历史的渊源。咱兄弟姊妹，请会记得。慈善工作，搁较是献祭。慈善工作就是咱标杆人生中间迄个敬拜上帝，敬拜的人生中间的一部分就对了。以弗所书13章安尼甲咱做印证，伊讲就会去你做好事，互相帮衬，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上帝欢喜你安尼做，你关注送向人，你帮忙遐艰苦人，这是你上好的献祭就对了。你是上好的礼拜，你用这个来礼拜上帝，上帝上欢喜，伊上欢喜甲你接纳。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讲奉献的心意是在伫你的态度，在伫你有心无？所以圣经毋则甲咱讲毋通勉强。而且呢，奉献的心意，你若对耶稣的角度来看，迄是一大于一百呢。毋是用数字来形容的，毋是用这个钞票是大张甲小张来形容。耶稣伫这个12章，马太福音12章的41节到44节呢，伊讲出伊的看法，这是咱大家所识的经节啊。讲耶稣坐伫圣殿奉献柜的对面，伫看人献钱落去，真侪好嘅人献真侪钱，总是有一个散车的官夫来献2个铜钱啊，就是1角银呐。好嘅人献足多钱哦，一个官夫献1角银啊呢。耶稣毋是去甲遐人讲，是甲学生叫来讲，来，你来看，讲。耶稣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散车的官夫献入去奉献柜的，比正人献的更较多。”耶稣，伊对数字敢无清楚吗？送较多较少，送毋知呢。但是耶稣就是调工要甲学生讲，请会记得，这个官夫因为伊欠缺要有缘欢喜，伊的心是比这有钱人更较大。所以，这圣经讲，因为因拢是献有用处呢。不过，这个寡妇虽然真善巧，要顾摕所有的，就是全部生活费拢献落去啦。所以咱知影讲，钱济少毋是关键，你的心，你甘愿的心、乐意的心，有真正做落去无？所以，兄弟姊妹，请会记得，你的奉献毋是要甲人比较，是我靠家己的能力。真侪人。拢会献酒报，讲这礼拜送献的这，有人献得多哦，有人献得少，请会记得毋通用这个来评论。耶稣是要评论你有心无？你有真正甘心乐意无？毋是咧比较，毋是咧比较数字。那社会有一种叫做拍卖对吧？这个物件这明朝的这宋朝的费啊，来起价偌济？100万，人讲100亿，有讲120安尼，起较送较赢，迄拢个差的就对啦迄个差迄个价值，迄个话嘛是安尼，差甲一张话安尼价值滚啊千万滚啊亿安尼。但是耶稣讲毋是啦，耶稣讲你有心甘心乐意，才是上帝要的。佮像耶稣讲。你若是奉献帮衬送向人，去照顾孤儿寡妇、照顾弱小的，伊讲这就是做伫耶稣的心上啦。这点更较要紧马可福音12章41节、42节，这个经节有啥物牧师答毋对去一句的迄个，伊是伫马太福音有记载，咱拢真清楚的经节。伊讲王会安尼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一个，就是讲你款待遐上微细、上软弱的、上软正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
这实是足宝贵的道理啦。伊讲啊，耶稣啊，我听你哦，来哦，我甲你奉献偌济，这拢是外表的那定哦，是你有真正去照顾着人看唔上目的，去照顾着遐软弱软正，去照顾着遐边缘人，去照顾着这个社会中间有人因为身体有问题，还是讲有残障的，才是你真正的奉献。有时我真感动，咱教会有真侪人参与伫即款慈善的工作。咱有人参与伫较早咱教会也真关心自闭症的协会啦，吼，也是有一寡真弱势的家庭啦。咱慢慢为着即款的单位来奉献啦，来募款啦。有人去帮忙着遐经生人，就是咱遐伫即个家角的中间，吼，有人因为做唔到代志，关入去家角。有人就投入伫迄个家角的即个福音的工作。伫永安呢，咱伫迄个饭店咱有特别咱的即个经生团契，就是伫家角福音工作的，因要举办一个募款参会，就是为着要关心这个经生人。嘛有人去关心着遐个因为食毒说无法度偷房的人，所以这个拢是耶稣讲恁所做拢做伫我。最后，咱要讲的是讲保罗伫即个哥林多后书9章10到11节，甲咱讲真清楚即个奉献的原则甲教导吼。咱真实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啦吼。咱先复习这段经节，伊讲保罗讲，着知也少的收少，也多的收多，所以大家人着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唔通唔甘，嘛唔通勉强，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这是上帝疼。然后上帝将各项福恩典丰丰富富赐福给恁，唔那家己各项教育，佫会当做各项的好事。上帝要为着这奉献的人，赏赐丰丰富富，而且会当做好事。照圣经所记载，伊慷慨尽济善车人，伊的好行为煞到永远。供给种子，互野种的，佮赏赐食物，互人食，迄位上帝。讲供给种子，就是会佮发，会佮生，会佮长大的吼。佮供给食物，互人食，迄个上帝讲会将恁所需要的种子来供给恁，佮互种子拿做。嘛，互恁仁义的果子丰收。意思是上帝要对待这款欢喜甘愿奉献的人，互伊物质上一定是丰富啦。而且吼，若讲仁义的果子，咱讲一个较实在，就是讲有好名声，伫社会互人所肯定，互人所认定。所以进前无偌久，有一个小故事啦。我迄阵拄伫盐埕埔伫牧会。伫盐埕埔的教会附近有一条路桥，条路桥叫做公园路桥。路桥骹呢有一个乌巴桑，是对平湖即个结背来的。伊的囝儿都伫遐发展袂歹经过袂歹。所以呢，伊就咧一个档伫遐咧煮自助餐。毋是咱现在大间的自助餐，伊是差不多煮几项菜。有白饭，有点汤安尼。迄个时阵伫盐埕埔迄个江边足侪码头工人啦。较早机械较少嘛，所以用码头工人伫咧做工课，为咧做实的。所以呢，中昼哇，要炸便当嘛无方便，也无通好烧啦。即个乌巴桑伫遐煮食，互遮个人食。伊的感动是10个人拢10块啦，10块。所有人甲号做10元的10块的阿嬷对无？迄10块的阿嬷，爱做到伊袂做啦，80几岁袂做啊，才收起来。伊过身的时阵拄伫迄个盐埕埔遐一条路，规条路封街就对啦，几啊千人来甲送安尼。迄阵有一个消息咧流传伊讲哎哟。这10块的阿嬷以后应该咱的钱
咱的金钱哦，顶悬来放即个阿嬷的像，放即个阿嬷的像，因为10块的阿嬷嘛吼，伊的祖先互人真感动安尼，甚至吼讲伊的评价比即个朱济搁较好就对啦。啊，所以即个互咱感觉着讲，伊为着要帮助遮的艰苦人、做事人，因为我的故乡平湖吼，真侪人来遮做事啦。艰苦人，我想伊是当作是为要照顾乡亲的原因做，因为囝儿生意做了袂歹，所以吼，稳准伊开就对啦。伊是愈做愈了钱啊，愈侪人遮愈开钱啊，所以讲卖骨也经厝安尼。咱看见迄阵，因为迄个会轰动出来，是因为迄阵有一个演员叫做许孝顺吼，走去访问你，即若网络还佫足侪吼，你甲讲石原阿嬷吼，迄故事还佫伫咧。所以上帝会将即款仁义的果子来丰收啦，讲以为互恁事事富足，通随时慷慨施舍，互真侪人通过阮来接到恁的礼物来感谢上帝。哎呀！恁若会富足哦，而且因为你有慷慨施舍，也有真侪人用因为安尼来认捌上帝就对啦。因为因感觉着讲，哎呀，你即个人来甲我帮衬，恁的上帝实在有够好，所以我要感谢上帝。即个福音是安尼啦，是对听、对帮衬来的啦。所以咱也是甲伊综合起来有即几项啦吼。保罗先生安尼教示讲，你的奉献像是咧夜景共款。像即位夜景吼，当然无想讲咱拄着风台足侪做事人讲惨哇，拢无收啊，讲有诶木瓜拢落了啦吼，有诶油赶紧采收啦吼。但是一般咱照夜景诶，就是讲少种诶少收，多种诶多收啦。上帝互你将奉献当作是你咧夜景，夜景都毋是损失嘛。无是做事人要去夜景，夜景就是修行做嘛。圣经讲吼，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嘛。然后第二个奉献的态度是上帝爱这款奉献的人，奉献的人是上帝所欢喜的，就对。上帝甲你疼命命。第三，奉献这钱要做啥路用？毋是上帝要开啦，是要帮助送向人，要救济送向人。第四，上帝要负责，上帝替你这场照顾吼，上帝保证行李。上帝要互你的义举，就是讲你好的行为结出丰富的果子。毋若负责行哦，搁祝福，上帝要祝福，伊要互你的富足，随时有慷慨施舍的能力。咱兄弟姊妹，牧师用这个做开头，用祖先做开始，用奉献做咱家己的心志，而且要邀请咱兄弟姊妹来做这款的学习。第一，咱创造万物的上帝，有欠无？上帝敢欠你这个钱吗？上帝讲创造万物，逐项有啊。上帝是丰富的上帝啊，咱无讲咱的上帝。咱的当兄弟有咧做生意、做事业的，讲我的董事长是上帝啊，我的富爸爸就是天顶的上帝啊。上帝无欠你啦，无欠你的钱啦，伊啥物拢无欠，但是伊要爱你，因为你欢喜奉献，你欢喜奉献，伊就要甲伊天国的库房，甲你私人的银行连做伙啦。奉献的秘诀就是讲，互你的奉献来连通伫上帝迄个丰富的库房。你若讲家己要家己买，剩的上帝莫互上帝插，迄就亲像一个囡仔家己有小可一点零用钱吼，安尼严条条，爸爸妈妈讲来，迄钱吼，爸爸妈妈甲你管啦。伊讲我惊你甲我摕去安尼。爸爸妈妈讲我敢会甲你接去吗？你要较济，我就互你啊。同款意思，咱人的奉献的心志较重要。当你对这款的道理有清楚，这是要互你得到福气的原因，这是上帝听你的一个根据，阁是上帝要为着这个做负责。你的奉献就是连通伫上帝天顶的库房。
兄弟姊妹，伫后厝牧师要甲咱分享，就是讲，咱要安怎学习真做有能力来管理上帝所托付的，无论是钱财也好，无论是种种的财物，你爱有即个气力。若无即个气力，无采工，这是咱要煞接来学习的。咱要来吟首诗歌了后呢，咱要请两位同工来做见证哦，吼咱有要请咱的大岛同工吼，大岛的同工是詹昌文兄弟，阁有庄瑞萌、周嘉怡夫妇因有代表要来做见证。咱要来吟首诗歌，牧师做一个结束，咱就来煞接吼。透早起也好种，用温群甲热情；日头起也好种，半日半晡这个字写无好势，半晡也无停吼。咱吟一节就好，副歌吟两遍吼。保罗先生讲，也多收多，也少的收少。咱就唱首诗歌，互咱的来做来。透早起也好种，用温群甲热情；日头起也好种，半晡也无停。着突论到着息，欢欣天后修行，就为欢喜点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为欢喜点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为欢喜吟诗，我个修，搁一遍，我个修倒来，请见证咱头前，我个修倒来，我个修倒来，就为欢喜吟诗，我个修倒来，我个修倒来，我个修倒来，就为欢喜吟诗，我个修倒来。感谢主，咱伫即摆有两个见证，是因参与着即个大岛团因所得到的领受，甲对上帝所予因的祝福。咱第一位是昌文兄，伊旧年12月才洗礼，伊家己经历足多的感动。咱拍拍欢迎来昌文兄来头前。来。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感谢咱教会有这个幸福小组，有我有这个机会来熟悉这个值得咱倚靠奇妙恩典的上帝，来做我生命中的救主。这是我一生中有我上大的祝福。信主受洗了后，我内心非常的渴慕，会当倒来进一步熟悉咱的主，感受咱主耶稣基督的疼痛。我内心嘛感觉非常的荣幸，会使加入咱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牧师、长职，咱这同工，专心专意来为咱教会服侍。提供遐尼好的资源来牧养阮这初信者，我内心非常的感动。除了参与这个交通的服侍，我家己嘛感觉讲，也有淡薄仔气力来做其他的服侍。加上咱小组兄弟鼓励，我嘛选择来加入咱中保大岛这个团队的服侍。感谢主，伫今年的5月初5，咱的祝福宣告的车派礼，其实我内心都有一个念头夜都已经到啊，食薰食40年啦。我嘛相信讲，咱主耶稣啦，无爱讲有互一个有食薰的人，满嘴薰味的人，伫这神圣的基督城来做服侍。感谢主，互我信心，互我气力。我嘛有写大刀卡，
请这个代祷团队替我扶持代祷，感谢主，赐我信心，赐我气力。当然，结婚食40年啦，讲袂艰苦，迄拢是骗人的啦。拄开始迄1、2礼拜，确实有影真艰苦。每当我有想要结婚的念头，我就诚心甲主耶稣祈祷，求主耶稣赐我这个信心，赐我这个气力。也感谢咱代祷团队的扶持代祷。感谢主，怜悯医治我，互我这个无好的习惯，我的脾气，会当得到足大的改变。其实我内心嘛，期待我的厝内底的人，我的亲戚朋友，会使看到我的改变，肯定我的信仰，来信主洗礼，成为上帝的囝儿。来领受上帝恩典，感谢主，真正互我结婚成功啊！从这束缚捆绑我40年，这个无好的习惯彻底解除。食薰真正个人愿啊，有100项歹，无一项好。我嘛期待。咱教会也有食薰的兄弟，会当甲我同款。咱早一日从这无好的习惯来改掉，甲我做伙同享平安喜乐的新的生活。伫8月初，我无意中发现我脑后感觉过样啦，去诊所求医呢初步的诊断，医生也讲是迄个。唾液腺的肿瘤啊，也有开转诊单，建议我去市立病院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扫描。伫这个看报告的时间，我心内真正百般的无奈啦，因为我好无简单，有这个牧师甲一丁长老，互我这个见证分享的机会，甲幸福小组同工的服侍。到今年的中秋节，我大汉后生要入马来西亚来咱台湾旅游探亲。我心内想，请上帝要伫这个时阵，互我这个考验。我无法度，我只有选择勇敢的面对这一切挑战。我不断的祈祷，我嘛有写代祷卡，请咱的代祷团队为我扶持来祈祷。感谢主。检查的报告呢是一般的结晶尔啦，感谢主。这无啥物生命危险呢，只是讲医生讲看我家己时间啦，这无治疗嘛袂要紧啦。你也要选择伊甲伊平安过一生，这嘛袂要紧啦。但是我嘛会选择讲我安排一个时间呢，来做一个简单的手术治疗。即届经验了后，互我感觉讲，我只要拄着啥代志，我只要我靠咱的上帝，我只要诚心祈祷，我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阮工场的会计是中兴教会姊妹，伊知影咱富强教会有这个代祷的服侍，爱我斗3工提供这个代祷卡，互咱的团队会使替大汉后生来祈祷。因大汉后生伫高中3年就得着这个白血球病，就是咱台语俗称的，咱台语一般讲的肺癌嘛。4期求医治疗吼，医生嘛拢无法度，爱因厝内底的人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状况真无乐观。感谢主的怜悯，目前伊的病情已经得到真好的控制。家属嘛足感谢咱代祷团队。爱我转达感谢的之意，相信照着伫这基督室的服侍，圣神嘛咧调整帮赞祝福我的生命，也求主赦免我一切知影也是毋知影的罪，饶赦过去我所犯的罪过，
会当互我早日成为住所欢喜、使用的器皿。伫遮也诚心期待咱搁较侪兄弟来加入咱中保大道的团队，咱大家同心合力，做伙来服侍，来分享主所应允咱的迄个恩典、迄个欢喜。最后也感谢牧师甲一丁长老，互我这个见证分享的机会。愿将一切荣耀献给上帝，哈利路亚！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多谢，谢谢。感谢主哈，咱请问兄你敢有法度想象讲伊生咧也无一冬吼，有主的疼，激励就有改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知影讲伊吼少年就去马来西亚做工课。啊，迄阵吼马来西亚有人甲引带去信一罐道。啊，迄阵信啊足真哦！你看伊个讲的口才，你就知影讲吼，这毋是普通的人物啦。啊，佫带因太太甲囝去入一罐道，但是无拍算讲伊倒转来台湾哦。伊讲安尼我无爱去遐，我要来信耶稣。即马咱退期，我是讲这后摆有机会互见证。伊讲换伊要佫倒去带因太太甲囝吼来信耶稣啊，你就对啦吼，真正是无简单。上帝互伊即条路吼，毋是讲安尼简单就过哦吼，经济弯弯啊，伊的口才啊，甲伊安尼真有信心的些见证，我想对咱遮的会友有足大的鼓励。来，咱时间的关系，第二咱要邀请嘉怡哈，嘉怡来做见证，来拍拍欢迎伊来，周嘉怡哈。牧师。各位兄弟平安，我实在足紧张，而且我的台语也无啥好，所以小等的台语国语穿插，大家会再包涵一下。啊，我接到一针长老的电话，希望讲我来做见证。啊，其实我足惊吓的，毋过阮先生随便伊就甲我讲，伊讲吼，以前的人看会到上帝，啊，即摆的人看袂到，所以你爱透过见证，互人大家知影讲上帝的恩典。啊，因为伊即句话，伊嘛鼓励着我，我就甲家己讲吼，爱刚强壮胆，爱有勇气。啊，感谢上帝，互我今仔日徛喺遮，互会当甲兄弟姊妹来分享遮尔好的上帝伫阮厝当中赐下的恩典。阮去年年底的时阵，阮甲阮先生就讨论讲，想要换厝。那买厝是一个大代志，所以讲，阮就甲即件代志放在祷告当中，阮就为这代志直直祷告。啊嘛，感谢上帝，伊的祝福，互阮找到一个做舒适的徛家。这是伊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啊，阮买着新厝以后，阮就拍算讲旧的厝、旧的房子啦，旧的厝是毋是讲吼，爱安怎处理？啊，阮就讨论讲会当吼，家租出去。对，啊，租出去拄啊好诶，租金会当交阮的贷款安尼，啊拄啊好，阮就安尼拍算。啊，一个月过去啊，2个月、3个月，来看的人足少的。五个钟头啊，转会出来，无啥物人来看。啊，4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伊就来看厝，伊就讲伊想要甲伊爸母斗阵住安尼。啊，伊看，伊感觉讲袂歹，伊就出价啊。啊，阮先生随便，伊就甲我讲，伊无想要租互伊。啊，我听着就要生气啊！我想讲。这无简单，已经有人来看厝啊，安尼，啊，你搁遮尔惊人客，啊，阮先生哦，就足气魄的，就甲对方讲，无你要去别位看卖无安尼，所以伊个年轻人伊就走啊安尼，啊，后来我有甲阮先生讲啦，讲，咱吼既然来看厝的人遮尔少，咱就莫伤惊人客安尼。啊，回过头，我有甲伊个少年人联络，我就甲伊讲，我们可以租给他。不过这个年轻人他就已读不回，
我就想的讲，是毋是神想要透过这件事情来甲阮讲什么物件安尼？后来我就是会写迄带导卡，因为我家己嘛是中岛带导团的同工，那有啥物大代志，我拢会透过写带导卡。感谢教会，就是有这一群这么好的带导团队安尼。透过带导卡，我相信讲神会来成就这个事情。果然，上帝伫这桩代志，伊大大的做工。因为阮旧厝买甲买无2年的时间，若讲要卖出去，就是即马政府会课的房地合一税，要课比较高的税，所以阮就拍算讲，阮买的价格比即马实价登录较悬。阮有委托两间中介卖，中介一听到伊就讲，买这价格做有难度的，有一间伊就甲我讲，阮咧共个社区，有一间卖1年阁卖袂出去安尼，紧是紧啊，慢1年2年卖袂出去的嘛有。阮甲阮先生就拍算讲，厝遮尔歹卖阮爱有心理准备啦，至少爱等半年的时间。阮已经做好这准备安尼。我感觉讲上帝的恩典，就是奇妙的安排毋是一般阮会当想的。奇妙的代志就出现啦。3个礼拜过去，中介伊就打电话给我讲，有一对翁仔某伊为台北落来，然后伊看过阮的厝，足介意的，伊有出价伊出的价格甲阮想要卖的价格，敢差50万尔。我想讲50万是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若是讲对方无法度，伊阁甲价格添入去，那我有准备讲，阮就降价求售这样子。那我也想说，应该买主就是这对夫妻安尼。结果隔工，中介阁打电话给我，伊就讲，阁有一个另外一对那个夫妻，他也很喜欢我们的，就介意阮的厝安尼。伊嘛知影讲头前已经有一对翁仔某已经出价伊就甲价格阁添落去，阁较悬的价格。伊的价格，甲阮拍算讲要卖价格，敢差20万就越来越接近这样子。因为伊也意愿很高，后来中介就约我们出来。隔天刚，我本来拍算讲要降价，隔天这对夫妻，他就把价格加阮拍算要卖的价格，所以阮一箍嘛无降，这是神的恩典。那中介事后伊嘛甲我讲，伊讲阮甲阮先生实在足幸运的，阮卖厝嘛足幸运，买嘛幸运，卖嘛是拄着遮尔好的人客。伊讲其实靠因家己的努力是无够的，因为伊嘛爱拄着对的人客，但是讲这人客无对，价格差足济，伊叫伊安怎把价格叠上去嘛，无可能的，对哦。我想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的恩典伫咧当中，而且伊当阵我有写带导卡，嘛是中保带导团的同工伊的努力，所以伫即桩代志拢看会到神的恩典伫咧当中。搁较奇妙的就是讲，阮厝成交以后，伊个少年人进前讲要共租厝个少年人，伊就回复我讲，你个厝敢有伫咧租？想讲已经租出去即摆就换我已读不回对。伊其实伊个少年人若是讲较早的，伊讲伊要租阮
可能就会做互伊啊，对。啊，即摆吼，阮嘛无可能去拄着讲即对翁仔某，那神就是安尼，就像我拄则讲，伊的安排就是出其不意，刚刚好伫个即个时间有两个翁仔某安尼介绍差不多，然后形成竞价的一个结果。然后阮的厝毋是讲全社区屋况最好的，毋过成交的价格是全社区上悬的，感谢主。啊，我来这教会无偌久的时间，一直想要讲做服侍，毋过有当时想想的嘛，毋知讲会当做啥。啊，阮先生就鼓励我讲，你会当去加入中保代祷事工的工课。啊，我就想讲，我嘛无啥会晓讲话，嘛袂晓祷告。啊，毋过一真长老吼，伊第一届伊就甲我鼓励，伊讲，咱祷告室祷告，毋是讲你偌会晓讲，像我讲啊结结巴巴，嘛毋是讲你讲啊偌敖，上帝是看咱的心，嘛毋是讲吼，比业绩，看今仔日吼像带导的较济安尼，拢毋是，伊是看你的心，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上帝伊拢知。所以感谢主。那我即马若讲生活当中有拄着啥物问题，还是我的身躯边的朋友有啥物问题，我拢会写代祷卡。我嘛鼓励大家会当写代祷卡，因为代祷卡就亲像讲高铁，咱大家拢坐过，高铁到台北有那个直达车，也有那个站站都停的，就亲像讲吼。代祷卡就亲像讲，咱甲神沟通的直达车，所以我嘛希望讲，搁较侪兄弟会当加入咱的中保代祷的事工，吼感谢欧龙。那约翰福音第12章60有讲，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就会尊重伊。啊，感谢主，我嘛感谢牧师甲一真长老，谢谢。感谢欧罗赞美上帝，爱甲一切灵光拢归乎伊。感谢，感谢，拍拍鼓励，鼓励。